2025年6月份生活聖言。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路加福音9章13節。呢一句聖言記述喺加里肋亞貝特賽達城附近一個荒野嘅地方。耶穌正係向群眾宣講天國嘅福音。佢原本係帶住宗徒私自退往貝特賽達城，讓佢哋喺長時間傳教返嚟後休息一下。佢哋喺嗰個地方宣講悔改嘅道理，周遊各鄉村，宣傳喜訊，到處治病。雖然佢哋好攰，但係心中充滿住喜悅咁訴說佢哋所經歷過嘅一切。但係群眾一知道之後，亦都跟隨咗耶穌去咗嗰度。耶穌就迎接佢哋，傾聽佢哋，同佢哋交談，並且治癒佢哋。群眾人數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夜啦，人開始感到肚餓。宗徒擔心人會受餓，於是向耶穌提出咗一個合乎邏輯而且現實嘅解決方案，請遣散群眾，叫他們往四周村莊田舍裏去投宿覓食。畢竟耶穌已經為大家做咗好多，但係耶穌同宗徒咁講：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路加福音9章13節。宗徒全部都目定口呆，一個係唔可能嘅事情，因為佢哋只有5個餅同2條魚，但係要分俾幾千人享用。同時喺呢一個咁細嘅貝特賽達城，根本唔能夠揾到足夠嘅食物，佢哋亦都冇錢去買。耶穌想要打開佢哋嘅眼睛，人嘅需求同埋問題觸動咗佢，佢努力解決呢一啲困難。佢從現實出發，並且重視同利用而家有嘅嘢。雖然佢哋有好少食物，但係耶穌卻召喚宗徒去完成一個使命，成為天主仁慈嘅工具。天主係關心自己孩子嘅天父，即使有天父嘅介入，亦都需要佢哋嘅參與。奇蹟嘅發生需要我哋有主動性同埋信德，先至能夠成就。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路加福音9章13節。然後對於宗徒嘅異議，耶穌嘅回應係親自肩負起呢一個困難，但係要佢哋盡己所能，即使係少少微不足道嘅力量。耶穌並冇輕視每一份付出，佢亦都冇代替佢哋去解決問題。奇蹟發生咗，但係呢一個需要佢哋嘅參與，並且奉獻佢哋所擁有嘅一切，以及佢哋能夠揾到嘅所有嘢，讓耶穌提供俾眾人。咁樣意味住我哋要做出一定嘅犧牲，並且信賴耶穌。耶穌由我哋嘅身邊發生嘅事情出發，教導我哋點樣去彼此關心、
互相照顧。面對其他人嘅需求時候，唔好揾藉口，呢一啲唔係我哋嘅工作，我無能為力。佢哋應該好似我哋一樣，自己去諗辦法。喺天主心目中嘅社會裏邊，嗰啲探望有需要嘅人，為飢餓者提供食物，為貧苦者披上衣衫嘅人係有福嘅。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路加福音9章13節。呢一個事蹟嘅敘述，讓人想起依撒意亞先知書中描述嘅盛宴景象。呢一個係天主親自俾萬民擺設嘅盛宴，佢要喺人嘅臉上拭去眼淚。耶穌讓人分成50人一組坐下，就好似喺盛大嘅集會中一樣。佢身為聖子，所言所行如同天父，彰顯咗佢嘅天主性。耶穌親自獻出一切，甚至喺聖體聖事內共融嘅全身盛宴中，成為我哋嘅食糧。面對新冠疫情期間出現嘅眾多需求，貝塞隆納嘅普世博愛團體通過社交媒體創建咗一個群組，讓大家分享需求，共同收集到嘅物品同埋資源。睇到有家具、食物、藥品、家用電器，各種物品喺大家之間互相流通分享，令人讚嘆。佢哋話，單靠我哋自己能夠做嘅好少，但係團結起嚟，我哋可以做得更多。直到今日，呢一個名為 Fant Familia 嘅群組仍然運作，希望能夠實現好似早期嘅基督徒團體一樣，喺佢哋中沒有一個貧乏嘅人。你們給他們吃的吧。路加福音9章13節。